ballet, 4, 7, 7, 30, 7, 10, B, ballet hold, 10, 3, Realtek digital output, ballet volta, h:// Microsoft Server Speech Text to Speech Voice and US, Zyropro, ballet volta, 9, 金刚般若波罗蜜经，法会因由分第一。如是我闻，一时佛在舍卫城，指述给孤独园与大比丘众1250人。据尔时世尊时时者依持钵入舍卫大城起时，于其城中次第起矣。还至本处，饭食器，收衣钵，洗足矣，夫坐而坐。善现起请分第二。时长老须菩提在大众中即从坐起，偏袒右肩，右膝着地，合掌恭敬而白。佛言：昔有世尊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主诸菩萨。世尊，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应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佛言：善哉善哉，须菩提，如汝所说，如来善护念诸菩萨，善护主诸菩萨，汝今谛听，当为汝说。善男子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应如是住，如是降伏其心。唯然，世尊。愿乐欲闻。大乘正宗分第三。佛告须菩提：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降伏其心。所有一切众生之类，若卵生，若胎生，若湿生，若化生，若有色，若无色，若有相，若无相，若非有相，若非无相，我皆令入无余涅盘而灭度之。如是灭度，无量无数无边众生，实无众生的灭度者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妙行无住分第四。复次须菩提，菩萨于法应我所住，行于布施。所谓不住色布施，不住声香，谓触法布施。须菩提，菩萨应如是布施，不住于相。何以故？若菩萨不住香布施，其福德不可思量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东方虚空，可思量不？不也。World at Quantal Headquarters Pauli Li 2006年12月28日。世尊，须菩提，南西北方，四维上下虚空，可思量不？不也，世尊。须菩提，菩萨无住香布施，福德亦复如是不可思量。须菩提，菩萨但应如所教。注：如理实践分第五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可以身相见如来故？不也，世尊。不可以身相得见如来。
何以故？如来所说生相，即非生相。佛告须菩提，凡所有相，皆是虚妄。若见诸相非相，即见如来。正信稀有分第六。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颇有众生得闻如是言说章句，生实信不？佛告须菩提：莫作是说。如来灭后500岁，有持戒修福者，于此章句能生信心，以此为实。当知是人不于一佛、二佛、三四五佛而种善根，已于无量千万佛所种善根。闻是章句，乃至一念生净信者，须菩提，如来悉知悉见，是诸众生得如是无量福德。何以故？是诸众生无复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无法相，亦无非法相。何以故？是诸众生若心取相，即为这我人众生寿者；若取法相，即这我人众生寿者。何以故？若取非法相，即这我人众生寿者。是故不应取法，不应取非法。以是义故，如来常说：汝等比丘知，我说法，如法语者，法上应舍，何况非法？无的无说分第七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耶？如来有所说法耶？须菩提，如我解佛所说义，无有定法，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亦无有定法，如来可说。何以故？如来所说法，皆不可取，不可说，非法，非非法。所以者，何？一切贤圣，皆以无为法而有差别。依法出生分第八。World at Quantao Headquarters Pali Li 2006年12月28日。3. 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若人满3000大千世界七宝，以用布施，是人所得福德，宁为多不？须菩提，须菩提言：甚多世尊。何以故？是福德，即非福德性。是故如来说福德多。若复有人于此经中受持乃至4句偈等，为他人说，其福甚彼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一切诸佛及诸佛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法，皆从此经出。须菩提，所谓佛法者，即非佛法。异相无相分第九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须陀洹能作是念：我得须陀洹果不？须菩提言：不也。世尊，何以故？须陀洹名为入流，而我所入，不入色声香味触法，是名须陀洹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斯陀含能作是念：我得斯陀含果不？须菩提言：不也。世尊，何以故？
斯陀含名义往来，而实无往来，是名斯陀含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阿那含能作是念，我得阿那含果不？须菩提言，不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阿那含名为不来，而实无不来，是故名阿那含。须菩提于意云何？阿罗汉能作是念，我得阿罗汉道不？须菩提言，不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实无有法名阿罗汉。世尊，若阿罗汉作是念，我得阿罗汉道，即为着我人众生受者。世尊，佛说我得无正三昧，人中最为第一，是第一离欲阿罗汉。世尊，我不作是念，我是离欲阿罗汉。世尊，我若作是念，我得阿罗汉道。世尊则不说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者，以须菩提实魔所行，而名须菩提是乐阿兰那行。庄严净土分第10。佛告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昔在燃灯佛所，于法有所得不？不也，世尊。如来在燃灯佛所，于法实无所得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菩萨庄严佛土不也，世尊。何以故？庄严佛土者，即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是故须菩提，诸菩萨摩诃萨应如是生清净心，不应住色身心，不应住声香味触法身心，应无所住而生其心。须菩提，譬如有人身如须弥山王，于意云何？是身为大不？须菩提言，甚大，世尊。何以故？佛说非身，是名大身。无畏福胜分第11。World at Quantao Headquarters Pauli Li 2006年12月28日。4. 须菩提，如恒河中所有沙数，如是沙等恒河，于意云何？是诸恒河沙，名为多不？须菩提言，甚多，世尊。但诸恒河尚多无数，何况其沙？须菩提，我今实言告汝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七宝满而所恒河沙数3000大千世界，以用布施，得福多不？须菩提言，甚多，世尊。佛告须菩提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于此经中，乃至受持4句偈等，为他人说，而此福德甚前福德。尊重正教分第12。复次，须菩提，虽说是经，乃至4句偈等，当知此处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，皆应供养，如佛塔庙。何况有人竟能受持读诵？须菩提，当知是人成就最上第一稀有之法。若是经典所在之处，则未有佛。若尊重弟子，
如法受持分第13。尔时，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当何名此经？我等云何奉持？佛告须菩提：是经名为金刚般若波罗蜜，以是名字，汝当奉持。所以者何？须菩提，佛说般若波罗蜜，即非般若波罗蜜，是名般若波罗蜜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有所说法故。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来我所说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3000大千世界，所有为成，是谓多不？须菩提言：甚多。世尊，须菩提，诸为成，如来说非为成，是名为成。如来说世界，非世界，是名世界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可以32相见如来不？不也，世尊，不可以32相的见如来。何以故？如来说32相，即是非相，是名32相。须菩提，若有善男子善女人，以恒河沙等生命布施，若复有人于此经中乃至受持4句偈等，为他人说，其福甚多。离相寂灭分第14。World at Quang-Tao Headquarters Pauli Li 2006年12月28日。5. 尔时，须菩提，闻说是经，深解意趣，涕泪悲泣，而白佛言：希有世尊！佛说如是甚深经典，我从昔来所得慧眼，未曾得闻如是之经。世尊，若复有人得闻是经，信心清净，则生实相，当知是人成就第一希有功德。世尊，是实相者，则是非相，是故如来说明实相。世尊，我今得闻如是经典，信解受持，不足为难。若当来世后500岁，其有众生得闻是经，信解受持，是人则为第一希有。何以故？此人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，所以者何？我相即是非相，人相，众生相，寿者相即是非相。何以故？离一切诸相，则名诸佛。佛告须菩提：如是如是。若复有人得闻是经，不惊不怖不畏，当知是人甚为希有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如来说第一波罗蜜，即非第一波罗蜜，是名第一波罗蜜。须菩提，忍辱波罗蜜，如来说非忍辱波罗蜜，是名忍辱波罗蜜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如我昔为歌利王歌结身体，我于尔时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何以故？我于往昔解之解时，若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应生嗔恨。须菩提，
又念过去于无百世，作人汝仙人，于尔所示，无我相，无人相，无众生相，无寿者相。是故须菩提，菩萨应离一切相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不应住色身心，不应住声香味触法身心，应身魔所住心，若心有住，则谓非住。是故佛说菩萨心，不应住色不施。须菩提，菩萨为利益一切众生故，应如是布施。如来说一切诸相，即是非相；又说一切众生，即非众生。须菩提，如来是真语者，实语者，如语者，不诳语者，不异语者。须菩提，如来所得法，此法无实无虚。须菩提，若菩萨心住于法而行不施，如人入暗，即魔所见；若菩萨心不住法而行不施，如人有目，日光明照，见种种色。须菩提，当来之世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能于此经受持读诵，则为如来矣。佛智慧，悉知是人，悉见是人，皆得成就无量无边功德。持经功德分第15。World Quantal Headquarters Pauli Li 2006年12月28日。6. 须菩提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初日分，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；中日分，复以恒河沙等身布施；后日分，亦以恒河沙等身布施。如是无量百千万亿劫，以身布施。若复有人闻此经典，信心不逆，其福甚彼。何况书写受持读诵，为人解说。须菩提，以要言之，是经有不可思议、不可称量、无边功德。如来为发大乘者说，为发最大乘者说。若有人能受持读诵，广为人说。如来悉知是人，悉见是人，皆得成就不可量、不可称、无有边、不可思议功德。如是人等，则为何担如来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？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若乐小法者我见、人见、众生见、寿者见，即于此经，不能听受读诵，为人解说。须菩提，在在处处，若有此经，一切世间天人修罗所应供养。当知此处，则为是塔，皆应恭敬，坐礼围绕，以诸华香而散其处。能尽业障分第16。复次，须菩提，善男子、善女人，受持读诵此经，若为人轻贱，是人先是罪业，应堕恶道。以今世人轻贱故，先是罪业，则未消灭，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我念过去无量阿僧祇劫，于燃灯佛前，得值840千万亿那由他诸佛，悉皆供养成事，无空过者。
若复有人于后末世能受持读诵此经所的功德，与我所供养诸佛功德百分不及1,000万亿分，乃至算数譬率所不能及。须菩提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于后末世有受持读诵此经所得功德，我若据说者，或有人闻，心急狂乱，狐疑不信。须菩提，当知是经义不可思议，果报亦不可思议。究竟无我分。第17。尔时，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善男子、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，云何应住？云何降伏其心？佛告须菩提：善男子、善女人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当生如是心：我应灭度一切众生，灭度一切众生已，而无有一众生实灭度者。World at Quangtao Headquarters Pauli Li 2006年12月28日。7. 何以故？须菩提，若菩萨有我相、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即非菩萨。所以者何？须菩提，实无有法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于燃灯佛所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也。世尊，如我解佛所说义，佛于燃灯佛所无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佛言：如是如是。须菩提，实无有法如来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若有法如来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者，燃灯佛即不与我受记，汝于来世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。以实无有法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是故燃灯佛与我受记，作是言：汝于来世当得作佛，号释迦牟尼。何以故？如来者，即诸法如意。若有人言如来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须菩提，实无有法佛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如来所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于世中无实无虚。是故如来说一切法，皆是佛法。须菩提，所言一切法者，即非一切法，是故名一切法。须菩提，譬如人生长大。须菩提言：世尊，如来说人生长大，即为非大身，是名大身。须菩提，菩萨亦如是。若作是言：我当灭度无量众生，即不名菩萨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实无有法名为菩萨。是故佛说一切法，无我、无人、无众生、无寿者。须菩提，若菩萨作是言：我当庄严佛土，是不名菩萨。何以故？如来说庄严佛土者，即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
须菩提，若菩萨通达无我法者，如来说明真是菩萨。一体同观分第18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有肉眼不？如是，世尊。如来有肉眼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有天眼不？如是，世尊。如来有天眼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有慧眼不？如是，世尊。如来有慧眼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有法眼。World at Quangtao Headquarters Pauli Li 2006年12月28日。8. 不。如是，世尊。如来有法眼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有佛眼不？如是，世尊。如来有佛眼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恒河中所有沙，佛说是沙不？如是，世尊。如来说是沙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一恒河中所有沙，有如是沙。等恒河，是诸恒河所有沙数佛世界，如是名为多不？甚多，世尊。佛告须菩提，尔所有国土中，所有众生，若干种心，如来悉知。何以故？如来说诸心，皆谓非心，是名为心。所以者何？须菩提，过去心不可得，现在心不可得，未来心不可得。法界通化分第19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若有人满3000大千世界七宝，以用布施，是人以是因缘得福多不？如是，世尊。此人以是因缘得福甚多。须菩提，若福德有实，如来不说的福德多。以福德无故，如来说的福德多。离色离香分第20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佛可以具足色身见不？不也，世尊。如来不应以具足色身见。何以故？如来说具足色身，即非具足色身，是名具足色身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如来可以具足诸相见不？不也，世尊。如来不应以具足诸相见。何以故？如来说诸相具足，即非具足，是名诸相具足。非说所说分第21。须菩提，汝勿为如来作是念，我当有所说法，莫作是念。何以故？若人言如来有所说法，即为谤佛，不能解我所说故。须菩提，说法者，无法可说，是名说法。尔时会命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颇有众生于未来世闻说是法，生信心不？
佛言：须菩提，彼非众生，非不众生，何以故？须菩提，众生众生者，如来说非众生，是名众生。World at Quang Tao Headquarters Pali Li 2006年12月28日9无法可得分第22。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佛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为无所得耶？佛言：如是，如是。须菩提，我于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乃至无有少法可得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净心行善分第23。复次，须菩提，是法平等，无有高下，是名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，以无我无。人无众生无寿者，修一切善法，即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所言善法者，如来说即非善法，是名善法。福至无比分第24。须菩提，若3000大千世界中，所有诸须弥山王，如是等七宝具，有人持用不？施若人以此般若波罗蜜经，乃至4句偈等，受持读诵，为他人说，于前福德100分不及100千万亿分，乃至算数譬喻所不能及。化魔所化分第25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汝等勿为如来作是念：我当度众生。须菩提，莫作是念，何以故？实无有众生如来度者。若有众生如来度者，如来则有我人众生受者。须菩提，如来说有我者，则非有我，而凡夫之人以为有我。须菩提，凡夫者，如来说即非凡夫，是名凡夫。法身非相分第26。World at Quang Tao Headquarters Pali Li 2006年12月28日10。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可以32相观如来故。须菩提言：如是如是，以32相观如来。佛言：须菩提，若以32相观如来者，转轮圣王即是如来。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如我解佛所说义，不应以32相观如来。尔时世尊而说偈言：若以色见我，以音声求我，是人行邪道，不能见如来。无断无灭分第27。须菩提，汝若作是念，如来不以具足相护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莫作是念，如来不以具足相护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。须菩提，汝若作是念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说诸法断灭，莫作是念，何以故？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于法不说断灭相，不受不贪分第28。须菩提，
若菩萨以满恒河沙等世界七宝持用布施，若复有人知一切法无我的成于忍，此菩萨胜前菩萨所有功德。何以故？须菩提，以诸菩萨不受福德故。须菩提白佛言：世尊，云何菩萨不受福德？须菩提，菩萨所作福德不应贪者，是故说不受福德。威仪寂静分第29。须菩提，若有人言，如来若来若去，若坐若卧，是人不解我所说义。何以故？如来者，魔所从来，亦魔所去，故名如来。义和理相分第30。World at Quang-Tao Headquarters Pauli Li 2006年12月28日。11. 须菩提，若善男子、善女人，以3000大千世界岁未为成，于意云何？是为成。众名为多不？须菩提言：甚多。世尊，何以故？若是为成众实有者，佛即不说是为成众。所以者何？佛说为成众，即非为成众，是名为成众。世尊，如来所说3000大千世界，即非世界，此名世界。何以故？若世界实有者，即是一合相。如来说一合相，即非一合相，是名一合相。须菩提，一合相者，即是不可说，但凡夫之人，贪者其事。知见不生分第31。须菩提，若人言，佛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，须菩提，于意云何？是人解。我所说之意不也，世尊。是人不解如来所说之意。何以故？世尊说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，即非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，是名我见人见众生见寿者见。须菩提，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者，于一切法应如是知，如是见，如是信解，不生法相。须菩提，所言法相者，如来说即非法相，是名法相。应化非真分第32。须菩提，若有人以满无量阿僧祇世界七宝持用布施，若有善男子、善女人发菩提心者，持于此经乃至4句偈等，受持读诵，为人演说，其福甚彼。云何为人演说？不取余香，如不动。何以故？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漏亦如电，应作如是观。佛说是经已，长老须菩提及诸比丘、比丘尼、优婆塞、优婆夷，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，闻佛所说，皆大欢喜，信受奉行。